你的目的是什么？虚无出现祝福者，祝福者残骸转换成能量，使用祝福能量扩大虚无，这就是世界的现状。你也有成为救世主的味道呢。你叫瑜伽对吧？你在寻找什么？赤影，你知道这家伙在哪儿吗？守护世界法则的祝福者之王，难道停止虚无扩散的关键在他身上？你们能知道的又有多少？你以为自己可以摆脱虚无的掌控吗？没用的，在历史的长河里，人类的寿命就像昙花一现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为何而战？我叫珊瑚，我要寻找拯救这个世界的救世主。我追求的东西到底是什么？你明明笑起来很好看呢，干嘛一直摆着苦瓜脸嘛？珊瑚，瑜伽，我要。拯救你！